家创啥？师傅要替恁找一个大师兄啊。大师兄是啥？是阿英啊，伊有佛缘哦，师傅要度化伊啊。不得噻，你是要拆散有负车性？金凤，你是啥物物件变的？唔通掠做我唔知影。我看你紧转恁山洞好好修炼，莫搁甲阿英高高甜啊。阮才无欢迎你，你请。阿英即摆人伫迄倒？伊即马无伫个，去山顶采药啊。金凤啊，阿拉有去山顶买药啊无？阿英，你过来。喂啊！你搁想要叫我去做伙想啊是？我甲你讲，无可能啊！阿英，你到即摆搁看袂破相？不得噻，请你马上离开遮。阿英，我随时伫五面山的美丽洞等你，快快试试，行。阿英，你敢会放我一个人做你去出家咧？袂啦，我有你这个水某，我哪敢出家咧？黄叔，银行啊，甲小公无去安尼，我甲生去找哦，拢找无人呢。找无，你就要继续找啊。嘿，阿肥啊，因走秘伫倒，你知影毋？这声若找无因哦，这个案件就无法度通破呢。要找因两个，你会使去问李公英安尔。有啊，我去问过啊。李公安呀，迄支喙敢若 A 到了，问啥拢袂，你讲要安怎啦？唉，唔知影安怎，就要用头壳想啊。哈，搁要我想哦？哎呦，胖师兄啊，我头够痛，哎呦！你甲欢欢喜喜咧耍的时，就袂头壳疼啊？叫你想，你就头壳疼。先大，咱下晡啊走去动运动的时阵啊，迄个金凤甲咱讲，迄个布袋戏啊，带迄两个小人阿肥等于面道动啊，还是讲迄动力公甲你银行会走去遐溜？对哦，胖师兄，我来去面头洞找银行甲小公无？你若想要去，你就去啊。先大，我是咧惊迄个布袋戏哦，变啥物梦？咱就是加找几个骹手做阵来去。还是要找啥？电话来去，你就知啦。阿英，你绝对袂用去美丽洞。是啊，阿英啊，你要听丈人话的话啦。你去美丽洞哦，嘛无法度通斗相共啊。归期哦，你留踮店，顾店到影。嘿啊，阿英，银行哦，即摆搁入美丽洞，我看你也是莫去啦。安怎啦？恁是拢惊我去做伙伤心啦？唔是啦，阿英，你先莫生气嘛。咱若是拢去，是啥物送门去互阿姊甲姊夫因遮咧？总讲一句话啦，恁就是惊我地，叫我甲你低骹低手对无？阿英，阮是要去掠凶手呢，毋是要旅行呢。佮再讲个动力公是放毒的高手，阮是为着你的安全，才唔互你去咧。阿弟啊，我看无恁去好啊，我留一点来陪阿英。我毋是囡仔啦，我毋要人陪，要去哦，走恁去啦。无恁去啦，若是找到因吼，较早转来。阿英，不管去美丽洞有找到伊，若是无，我拢会较早转来，好。姑娘，我千年灵芝已经去互你抢去，你搁敢来我的美丽洞，唔惊我找你算小小？师傅，金凤今仔日来是要向你请罪。向我请罪？我看你是恶性难解。莫得使啊！莫讲遐歹听，人讲见面3分情，遐你讲安尼。好就先。我看你是互这个妖精迷起来款哦。莫得使，你安开嘴合嘴拢讲阮查某囝是妖精啊！你若讲安尼，我会甲你拼命哦。哎，我今仔是来找人，毋是来相骂。请问小公甲银行敢有伫遮？恁要找的人无伫咧遮，请恁转去。莫得使，安尼敢对？阮安尼千里迢迢来到遮呢，遐你嘛来咧捧一杯茶请阮，还要送客嘛也袂慢。叫恁转去就转去啦。哎，
安尼讲是你待客之道晓。何秋仙，我已经对你足客气，你若唔走，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阿爹，莫管伊，等你来找。姑娘，你若唔听我口，我就要互你好看。金凤公，我看莫搁了生气，咱是来转好啊。袂用的，我一定要找到银行，我袂使互伊搁再害人。你凭什么讲银行害人？甲阿英妹啊，唔肯出家做和尚，你这个妖精，你才是害人。你如果骂阮走囝是妖精，好啊！你这布袋师啊，我今日好修仙啊，无甲你拼，我唔是人啦。阿爹，不要紧，莫出，你还唔紧走？阿爹，莫紧啦，拢是怪阿爹，功夫学无起，老亏，等下。阿英啊，金芳甲算命先的迄面就动，唔知我找到银行解考白面的无哈？应该是会找到。啊，不过你已经去遐久啊啦，到这个时阵你还袂倒转啊，实在有人足烦恼的啦。阿英，阿英，快到船头，阿英！谁的？啊，谁的？谁的？阿姐，你是安怎啦？阿爹受伤啊！谁都受伤的啦？阿英啊，遐布袋使拍着伤的啦。金凤，紧去夹一条上药啊，互阿爹食。好，我随来夹。爹，以后啉着较爽快。啊，无电话爸，我回来去房间休困好无？今晚那是我叮当，我等一下休困一下。哎，小师傅啊，啊你面就当是有找到银行解考白面的无啦？无，无，啊你这阵唔煞打山填海了王工咯，啊佫还算命先呢，去互布袋使牵卡呢。老爷，不要紧啊，银行甲同你讲哦，抑搁伫伊的洞，伊的布袋使哦，甲因藏起来。伊惊我去找到因，所以伊才出手甲我拍着伤。阿爹啊，阿姨是为什么要安尼做的？金芳啊，伊一定是为着你甲头地千年的灵芝，所以故意要来甲咱作对的啦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也较细气啊哈！迄个布袋使要搁叫你出家做和尚呢？小公，你要配合布袋师傅的文讲啊。银行姑娘，你也无我照顾小公。小公，布袋师傅替你文讲解答，你唔得爱配合才有效果。你千万唔通放弃你家己。等你若好起来，我会替你生足侪囡仔。小公，你有听到无？唉，这是你命中注定的劫数。银行姑娘，你让小公好好休困，唔通吵。师傅，小公的身体敢会好起来？伊体内毒敢唔通完全化解？你莫失望，我搁想看卖啊，还搁有其他的办法无？多谢师傅，我还有一件代志，想要请师傅斗相共。这件代志我无法度帮忙。我都拢未讲的，师傅哪会知影讲无法度同我斗相共？你要叫我找你的原形本命，银行姑娘，我的道行也无够，我劝你去找布袋和尚，伊一定有办法会找到你的原形本命。师傅，你就是布袋师傅啊！我的法号叫做布袋，但是也阁有另外一个和尚，伊的法号嘛叫做布袋，伊的法力比我强太多，你去求伊，伊一定会甲你斗相共。多谢师傅指点。先生，啊，你先爬起来，小叮当的，看眼看，还佫会听。不要，好啊你，袂听你。后壁，员工你确实呀，过深莫测啊。
我想要配合你啊！真的，你那学拢胖师兄啊，你学了到底哦，伊若欢喜就安尼，愈来愈贵啦。这大姨太讲安尼啦，阿姨甲我治疗上点表，我当然爱甲学落一个啊。哎呀，贵啊！迄个布袋戏吼，出关以来，照道理，应当伊修养是愈来愈好才对咧。你是讲，这脾气哪会歹？嚯，歹上地出手就甲我伤咧。先生，你莫胡白讲人的是非啊！胖师兄，谁哪有讲人是非啊？迄奇怪是讲吼，迄布袋戏是安怎要甲小公甲银凤斗相共？因两个是歹人呢。歹人毋是永远拢是歹人，那银凤甲小公想要做好啦，布袋戏应该会甲斗相共啊！啊对啊，啊若照你安尼讲，杀人犯啊，即摆变做好人，也伊过去所犯的罪，咁就免负责任是？银凤啊，甲小公即摆毋敢去啦，无对，伊即摆是咧逃避责任。县城内底发生了大大细细重大代志，嘛毋是完全是因两个做的啊。胖师兄，下道人除了小公甲银凤以外，无还阁有谁啊？这个人，伊即摆真痛苦，但是伊马上就要解脱了。阿弥陀佛。阿娘，你起来我遮是阁有啥物代志是？小公甲银凤下毒的案件，我已经压不落去啊。这是安怎讲？有人向孙案大人报，过2天啊，孙案大人就亲身来咱这个所在调查，我这顶乌烧帽已经抵。阮阿姊甲姊夫，即摆搁关喺家楼内底，拢是恁当日讲害的呢。你赶我出去！你一定是阿英哦，阿英，你确实是真好的囡仔。假使阮小公若会当甲你同款，我嘛免替伊遮尔啊烦恼。阿姆，我相信你今日来阮遮，一定有话要讲，无来面坐啦，请啉茶。多谢。金凤姑娘，我今仔日来遮是专工要来甲恁道歉，也阁有这个文娘是要赔偿你的损失。阮无爱伫钱啦，阮哪会是？你害阮阿姊甲姊夫清白啦！
我嘛甲关老爷求情，伊嘛知影你若姊有心，伊马上会放伊转来啊。阮姊夫咧，伊嘛念伊互放转来。阿姆，真多谢你专工来甲阮讲遮，也毋过银两阮袂使收，请你摕转去。我爱银两有啥物路用呢？金凤姑娘，麻烦你甲你阿姊讲，这个银两是要互伊囡仔好好啊读册，毋通甲我共款。我就是无好啊来教育小公，结果害着伊，也害着我家己。是的，我来走。啊，你有银两啦？你讲因老母，哪来讲这奇怪的话？莫安尼讲伊啊！咱有一天嘛会做别人的爸母，你想看觅？我若是生一个像当你讲安尼的囡仔，我一定会甲伊共款伤心。啊，这银两咧？你先收起来，等下姊转来再交互伊啊。对啊，啊伊拄仔讲，阿姊甲姊夫会真紧就放转来，毋知真也假。我相信伊袂骗咱，阿姊甲姊夫真紧就转来。小明先，我的温度到底是安怎？这个还先讲呢。袂要紧啦，你最日老实甲我讲。夫人啊，你的命照你讲应该是大富大贵，也毋过是安怎是？你的八字上面有香煞皮条，毋好。什么叫做香煞皮条？香煞皮条啊，对子孙啊较歹。老夫人啊，拄则我讲的话吼，你要信就信，也毋信太信，莫客探心头啦吼。我知影，多谢。探知啊，先行。哎，阿贵啊，对嘞，哎，你知影伊是啥位人？哎，唔知啊，谁啊？伊就是东家老夫人。东家老夫人，也毋当你讲的老母，无怪哦，就是啊你食毒放毒的八字才会遐尼易啦。先嘞，后摆较自卑嘞，好话轻讲看，坏话莫讲遐济，莫互人太伤心。好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你想看觅啊？师傅班草要创啥？你有吃？不是啊，师傅阿无师傅，阿无师傅有啥吃？要互小光哥哥食啦。小光哥哥是有无？唔是啦，这是药草，要互小光哥哥解毒的。阿娘，你哪来吃？小公有较好无？小公，阿娘来看你。小公，你若莫大汉就好。阿娘就怀念你做囡仔的时阵，你是一个遐尼啊乖巧，遐尼啊疼。阿娘为着要遵守咱长门的规矩，阿娘受过固执，
知影你今仔日变成较安尼。小公，你原谅阿娘好无？阿娘知影我唔对，阿娘知影我唔对，小公，阿娘，是我唔好，那是我害小公的，你骂我，你怕我。讲查某囡仔，我怕你有啥物路用？告诉你当初是人去听我的话，今仔日嘛会变成到这款的地步。阿娘，我的师傅已经催替小公找药啊，我相信小公的病一定会好的。你起来。小公，假使你的病若好起来，要娶云芳做某，阿娘也无反对。阿娘已经老啊，无法度搁照顾你一世人，都让云芳来照顾你。阿娘若百年老，嘛再安心。云芳。小公，我来拜托你照顾伊。阿娘，你放心，我要来等。算了，就歹行，我送你落山。金毛啊，阿郎诶，金毛阿郎，阿姊回来，阿姊回来啊！先生，恭喜哦，恭喜你用管大发财啊！阿郎诶，无你是讲什么笑话？但我红乖都已经够岁啊，什么恭喜我大发财？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你向拐出来，我包一个红包给你，甲你冲去，给你大发财啦，哦。哟，多谢啦。阿金毛呢？伊伫后壁吼，煮猪卡米线，要互你食啦。阿姊，恭喜啊！这查某人坐甲是见笑的，我唔想同我恭喜。无咯，你莫安尼讲，即摆代志拢已经过去啊。你食一碗猪卡米线，结婚，祝你以后顺顺利利，早一日生一个肥肥白白后生。啊，对，阿姊啊，这钱哦是当下爷娘讲要补贴咱损失的钱啊。哎呦，啊，伫当时变甲遐好心。志爽，迄个白面的老母赔上咱的钱哦，袂用开，开了会衰。阿六啊，我后袂讲啊，就是我头我袂讲啦，打长甲是用毒的世间呢，所以呢钱哦。一定是我那足毒的地啦，金毛，我来讲对不对？你点较无饱。阿姊啊，你莫听后白乱讲，你紧食猪卡米线。恁舅无转来，我吃袂落。阿姊，你莫烦恼啦，我听四栋的老母讲姊夫真紧就转来啊。董少爷因那娘咧讲的话，敢有准算？志爽，迄个白面的老母讲的话。你来听的啦，阿六呀，叫你莫后白讲，那个讲袂煞啦。吼，是安怎我讲的话，你哪拢唔听啦？等你若中到迄个白面的老母的计吼，大家后悔都拢袂去啊啦。夫人，姑老爷来了。你去请你来。是。你是要甲我讲小公即摆人伫倒？代志是我做的，我家己会担当。伫迄东林堂下毒的人是我，伫果子水内面藏毒的人嘛是我。藏毒的时间，甲藏毒的地点。这张纸写甲足清楚的，你摕去。小妹，你是安那要安尼做？小公阁活10分半年，
感觉你安尼做，敢有假踏实？这嘛是我做人安尼最后的希望。虽然小公伊只有半年的时间通我，也毋过我希望伊会当甲伊所爱的人快快乐乐来过完伊一生。我听到伊嘛当替阮当家，带一个爱孝顺。阿兄，虽然小公只有剩半年的性命，你是个阿姑，我希望你会当替我来照顾伊。小妹，这是安怎？啊？阿兄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你是安怎？小妹，你是安怎？小妹。小公，加油啊！小公，你是安怎？当家的大，乃是真真在在一种从小就会当改变。安尼，阮当家一世永远就会放水牢。不过这是布袋花箱，和两位小师傅苦心去办回来，你帮啉看卖啊，有得较有效啊。叫阿姨爱你啊，你唔令我受巧。小公，你有听到无？来，甲啉落去啦，哈。唔会，我唔会。半年的时间，我要等下去陪我老爹。你两个人，你若要转去，你就紧带伊转。哎呦，水某，你哪伫遮？明诶，哈，我都日头光等啊，日头暗，逐工拢嘛来遮等你。哎呦，水某咧，我唔敢无来哦，我笑一个哦。阿妹，我已经至少背着，咱紧等来。可怜哎呦，水某，哎呦啊！哎呦，你对翁仔某感情来好安尼啦？不是讲爱无，迄个世间通人无。哎呦，两卡，哎呦，水某，你要紧无？我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，你不要紧嘛？不要紧，紧起来啦。哎，
师傅，阿辉来啊！阿姊，哦，真好，啊，转来干嘅足好呀！想袂到管老爷会半日无事放你转来，哎呦，我敢若袂输伫咧迷茫呢。唔是咧做梦，是真正无做风放转来。哎呦，沿路我爱你转来哦，人看到拢讲咱咧讲爱无哦。姐夫，你转来啊？是啊。金凤妹啊，紧来，紧去煮猪脚面线，通互恁姊夫食。好，马上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啦！好消息啦！这条囝，喂，啊你等下还是啊。阿来，头家转来当然嘛是好消息啦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猪头家等下是好消息啦。不过，还有一条比这较大条的好消息。是什么消息啦？啊对吼，迄个白面的因老母啊，惊食最终自杀，抓起来，抓起来。你是讲，当你讲因老母死啊？嘿啊，我听人讲哦，迄个白面的老母伫咧委员书写，顶头写讲哦，离咱店下毒的人是伊啦，离咧搞这下毒的人嘛是伊啊。你总算现身了。司徒吕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闯进我的金银窝，敲打我的元神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你的元神，你果然是荆棘。哼！你我佛妖不同界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各有羞耻。你何必苦苦相逼，坏我好事呢？仅仅你不在洞中修炼，竟然下到人间，勾引陈荣与他拜堂成亲。你要本就有理，贫僧有心劝你趁早回头，以免铸成大错。司徒吕，难不成你今天是来教训我的？其实我是来找银凤的元神。银凤的元神已经失踪很久了，现在不在这儿。银凤的元神失踪了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吗？我当然关心，只是我帮不上忙。银凤是你的妹妹，你要帮她找回元神，一起回到这里印证菩提，才能修得正果。阿弥。不能是，不能是，你回来，回来！金凤，金凤，金凤，你是安怎啦？哎，拄啊向阳昏去，我足烦恼的呢。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？我可能是思念银凤过头，才会安尼。我即摆已经袂要紧啊。无要紧就好啦，我会倒一杯茶互你啉哦。哎呀，咱抱等下心事大好无？咱即久有要转去，抱等去大好无？好啦。胖子兄啊，你有没有感觉好像有客人要来耶？你知道是谁吗？是不是阿荣啊？阿荣，他的毒已经好了，他还会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他特意来向你道谢啊！中毒是他的劫数，能够化毒痊愈是他的造化，道谢就大可不必了。何况，在他喝下千年灵芝汤痊愈的那一刹那，他们都心怀感激，这样就够了。唉，我不希望他们大家再存感激，或者有什么回报啊。可是我就是感觉成龙会来嘛，而且就快到了。你的预知能力如何？马上就可以揭晓了。是金凤啊！阿弥陀佛。法师，这破庙是我暂时歇脚之处，破旧简陋，不易待客。金凤施主，贫僧失礼了。不待法师客气了。经过法师指点，
终于救回了相公的性命，我们全家人都非常的感激，感恩不尽，不知道如何报答才好。嘿，怎么样？我还是猜对意象部分，而且是重点部分。自从法师高抬贵手，将金凤的元神释放归位以后，我常常想到我妹妹银凤，她的元神离开她的躯体已经有好一阵子了，而最近布袋师又到处在寻找她的元神，甚至在梦中常常质问我，我非常的困扰，心里也十分矛盾。法师，金凤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金凤姑娘，你还记得我将元神还给你的时候，对你讲的那些话吗？金凤记得，金凤记得，金凤有名不忘。记得就好。你小妹银凤，如果能够跟你一样，能够做到我讲的那一些，那她的元神自然就可以归位。否则，只要有一天她的心灵不正，她的元神就无法归位。不过，我非常的担心，金凤跟布袋师会误会我，会不断来纠缠我，甚至逼迫我。法师，毕竟银凤是我妹妹啊，她跟了我已有500年之久。可是她现在总是认为，她失去她的元神，是我拖累她，是我害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得道才能成仙，元神能够助人为善，也能够害人为恶。善恶之间，得看心灵意念是不是能够明辨是非。那请问法师，他何时才会觉悟呢？这就是你姐妹不一样的地方。银凤如果悟不通、参不透，任何人也帮不了她。金龙凤，金龙啊，金龙凤，金龙啊，我是找你的，哎，啊，你哪里家？安尼啊喂，你是要甲我惊死的啦？啊，我都吼，都来找银凤是吗？你上了解我。阿郎，我知影你对阮银凤足痴情足好的，也毋过，伊即摆已经是当家的人，我看你还是死心啦。迄是无法度的啊！等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安尼啦。人你讲吼，爱着较惨死，我就是迄款人呢，活死中的啊！啊，你要叫我爱第二个人哦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想袂到，你对银凤这么痴情，是阮小妹无这个。
你找我出来有啥物代志？我即久毋捌听到你叫我阿姊啊，咱姊妹啊，本来就无应该这么疏远，对无？无毋对，白白是姊妹啊，可派有啥物差遮尔啊济？这500年来，所有的好处拢是你的，歹处拢是我的。既然是姊妹啊，可派有啥物差遮尔啊济？我感觉足无公平。我知影你讲的是感情的代志，我嘛知影你介意阿莹，也毋过感情的代志，你安尼讲才算公平咧。伊即嘛是你的姊夫，嘛是我的翁婿，你要叫伊变做两个人吗？那安尼我问你，咱两个同时失去原神，为什么你家己一个点点啊，把你的原神找转来？啊，我因原神呢？你一拄仔拢无关心，你一个做阿姊的人，啊，你敢袂伤自私？毋是我自私，我是受到布袋师傅的谅解，佮答应伊的条件，伊才将我的原神放转来，并毋是我家己去找。金凤，我真是毋知影你的原神伫倒位啊！条件？你啥物讲啥物条件？讲是条件，其实真简单。我答应布袋师傅，袂使使用法律去做歹代志害人，而且要加做一寡善事，加积一寡功德。莫讲到遐尔好听啊！我无可能会相信。那是妖精呢？妖精就是妖精，啊，毋是人啊啦！哪有可能做善事做功德？是正是咧，布袋师傅不收咱的原神，就是爱咱做一个真正的人。那安尼，我的原神毋同咱伫伊遐？这我毋知影，我嘛毋敢甲伊问。修炼500年，辛辛苦苦，才有一拄爱道行，想袂到即马原神煞要放无去，我实在足怨恨的。师父，我姐姐金凤的元神，您已经还给她了。我想请求师父，也把我的元神归还给我，好吗？阿弥陀佛。请师父大发慈悲，归还银凤元神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归还你姐姐的元神？我姐姐有对我说过。你自己讲。你跟金凤的所作所为比较起来，怎么样？没自信了是不是？到了你有自信的时候，再来找我，你才不会失望。不过，阿弥陀佛，师父，请问一下，我妹妹银凤的元神是不是还没到被释放归位的时候？问你最清楚。我来替我妹妹做担保，可以吗？阿弥陀佛。阿姊，莫啊，莫去求伊，我甘愿买原神。林红，你免这么失志。布袋师傅的意思是，你若是会当改过自新，以后你有缘会当重新修炼。小公，小公，人生无定，但愿来生。人生无定。但愿来生，小公，你
为心内这么啊凶？阿英，你哪伫遮？我看你出去遐久无回来，无得卡，你会来遮？你是安怎想啦？哪会遐了无精神？无啦，我拄仔去拄着银行。恁姊妹啊已经拍歹感情，无来往啊，爱搁找你，一定无好代志。你莫有白想啦。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甲恁小妹啊拄仔好倒饼。我是惊你哦，叫伊带歹，伊搁东家的人，拢会下毒害人，我哪会当无烦恼啦？你放心啦，我甲银行只是讲一寡鸡尾仔之间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去对伊做啥歹代志？我一世人上大的愿望，就是要甲伊做一世人的翁仔某。我要甲你甜甜蜜蜜、恩恩爱爱过一世人，咱永远都会互相互随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。情到放水流，原谅我的心是多情的过头，爱的花若开嘛无效。若知影爱情这么苦。